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等一下，你看，伊规嘴拢是红色的，手嘛是红色的，搁趁咱咧困的时阵偷偷仔咧食，迄敢会是？台语剧场，好高博。今天要介绍一位阿虎姐姐给大家认识，是一位专业有执照的保姆哦。阿虎姐姐的专长就是说故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阿虎，我有一个真出名的祖先叫做虎姑婆。恁敢有听过虎姑婆的故事？虎姑婆，虎姑婆，有啊。我听说虎姑婆喜欢吃小孩子的手指头跟耳朵，小孩子要是不乖，就会被虎姑婆抓走，好恐怖哦！哎呦，其实阮家位阿祖、阿公、阿嬷、爸爸妈妈，还有我，拢是咧做年母哦。年母就是保姆的意思，阮拢真爱照顾囡仔。不过，因为发生一件误会，大家就是讲阮会对囡仔做恐怖的代志，其实迄拢毋是真的啦。啊，是什么误会啊？我就来甲大家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倒位吹？你好，我是虎姑婆。今仔日虎姨婆身体无爽快，请我来斗三工，所以今仔日是我虎姑婆会去照顾大宝甲小宝哦。安尼我知影，冰箱内底物件拢会使食，爱记住哦，10点进前爱互大宝甲小宝去困哦。无问题。137号，哦，应该就是这。有人伫咧无？有，我来帮你开门。等一下，你袂记一啦？爸爸妈妈甲虎姨婆有交代过，若是家己伫厝内，袂使凊彩开门，互别人入来。对吼，我袂记一啦。那安尼，即摆要安怎？头一步爱先确定伊是啥。请问你是啥？我是今仔日来照顾恁的任母虎姑婆。好，阮的年母是虎姨婆，而且伊有交代过，袂使凊彩开门，互青份人入来。我毋是啥物青份人，我是虎姨婆的表小妹，嘛是一个年母。今仔日虎姨婆身体无爽快，请我来甲恁照顾。小宝，虎姨婆敢有讲过，伊有表小妹？唔知呢。大宝、小宝，恁真乖呢，大人讲的话拢有听入去。不过，我今仔日有炸香讲的航韩字，你赶紧互我入去，无就会冷去啊哦。伊知影咱的名呢？是憨憨钱呢，有够香的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你等一下。那安尼我问你，大宝上喜欢什么色？虎姨婆无甲我讲呢。小宝上喜欢食什么？航韩字。我上爱食巧克力啦，不过憨憨钱嘛袂歹。好，你拢讲唔对啊。虽然你有好食的航韩钱，不过阮也是袂开门，互你入来。大宝、小宝，我真正是来照顾恁的年母。啊无，你打电话给妈妈，伊会甲恁讲。好，你等一下。喂，妈妈，即马外口有一个人叫做虎姑婆，讲是要来照顾阮的年母，不过阮唔敢开门。啊，我袂记只讲啊。大宝真乖，妈妈交代的话你拢有记咧。外口迄个人真正是爸爸妈妈熟识的年母虎姑婆，你会使放心开门，互伊入来。好，歹势，互你等遐久。不要紧，恁安尼真认真真好啊！一定爱会记住咯，袂使凊彩开门，互无熟识人入来厝内。来，大宝、小宝，食航韩钱。多谢。我嘛要。来，甲我照啊。你等一下。袂使学白话。袂使冤家。哎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哎呦。
2点钟，大宝、小宝总算去困啊。这2个囡仔吼，实在是伤爱耍啊！哎呦，我的腹肚就枵的呢。为着要照顾因吼，我暗顿拢还袂食。唔知影灶骹有啥物，我来看卖。哦，有红菱果呢，我上爱食水果啊。好姑婆一定无发现咱是假困。你敢有听到啥物声？哦，好姑婆，你是毋是咧偷食啥物好料的？无甲阮招？等一下，你看，伊规喙拢是红色的，手嘛是红色的，搁趁咱咧困的时阵偷偷咧食，迄敢会是？哎呦，恁误会啦，这毋是花啦，这是红菱果。哎呦，恁莫有白走，等我一下啦。你莫过来哦。你敢是要来甲阮食去？无啦，恁误会啊，这毋是花，这是红菱果。你看，红菱果是红色的，毋才会母甲规个手、甲喙拢是红红的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无，你看。小宝，你看，真正是红菱果啦！哦，哎呦，我都毋是歹人，你是安怎搁咧哭啦？这毒啊有够悬，足惊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小宝，你免烦恼，我来甲你救。安尼，我做伙救妹妹。好啊，安尼大宝，你伫下骹甲阮保护。啊，无，我来唱一条歌互恁听，做伙唱就袂惊。你先去洗手啦。啊，好好好。阮的年母是好姑婆，温柔专业人学了，敖讲故事人缘好，大家听甲叽叽笑。暗顿爱食红菱果，规嘴红红，爱肉蒜甲囡仔行一条。好姑婆啊，好姑婆，黄毛好面个性好，要食囡仔食水果，互人误会真烦恼。好姑婆啊，好姑婆，黄毛好面个性好，囡仔上爱互伊抱，伊是大心的外壳。多谢恁甲我救落来，我上爱好姑婆啊！好姑婆，阮以后袂阁甲你误会啊！拜托你，阁教阮唱一摆这条歌，唱煞，阮就会乖乖啊去困。好好好，啊无，我甲乐乐先来教恁这条歌的台语。虎姑婆，好姑婆，好姑婆，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，赞美，乐乐，乐，故事，故事，故事，晚餐，暗顿，暗顿，吓一跳，惊一条，加一条。敢拢学会晓啊？咱过来唱一摆这条歌。阮的年母是好姑婆，温柔专业人学了，敖讲故事人缘好，大家听甲叽叽笑。暗顿爱食红菱果，规嘴红红，爱肉蒜甲囡仔行一条。好姑婆啊，好姑婆，黄毛好面个性好，要食囡仔食水果，互人误会真烦恼。
我是好姑婆，温柔专业人学了，我讲故事人演好，大家听甲叽叽笑。暗顿爱食红苹果，规嘴红红，爱用线甲囡仔行一条。好姑婆啊，好姑婆，黄毛好面阁上好，要食囡仔食水果，予人误会真烦恼。好姑婆啊，好姑婆，黄毛好面阁上好，囡仔上爱予伊抱，伊是大心的外壳。台湾无野生的虎，但是有石虎、石虎。石虎甲虎拢是猫仔科的动物，毋过台湾的石虎已经愈来愈少啊！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环境，互石虎有一个安全的厝哦。姑婆，我想请问你为什么特别爱吃火龙果呢？因为火龙果可以降火气，而且还很好切，只要剥开就可以马上吃喽。而且还可以让你的便便变得很顺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小行星乐乐 TV 台语剧场，爱来看哦！这是录影。我觉得是。